来关心进口鸡卵的争议是烧袂煞。新北市之前嘛有掠到讲，伫新庄有一间卵品公司，甲进口卵和台湾卵揽做伙卡做两接，也毋过共款第三地一边是写台湾。昨昏卫生局是佫公布讲，这个表示无老实的两接，尾也是有送到新北的13间学校，甲20间食品业者，因拢有用到。即马已经罚这间卵品公司负伤性48万，专案嘛是会移送法办。进口鸡卵风波一直滚价，新北市卫生局进前查到，互相性卵品公司将进口卵甲国产的卵掺做伙做成无杀菌的卵液，产地线标示是台湾，勘测标示无实在。卫生局20日公布查到新北13间学校，甲20间食品业者，伫毋知情形之下，将这产品做成炒卵、面包、甜卵糕。卫生局要针对互相性卵品公司罚48万，佮移送新北调查处侦办。提供给13家总计8900餐的学校，那其中11家大约6700餐是属于暑期的辅导班。另外，台中2间卵液厂也查到用巴西土耳其鸡卵，暗过煞标示台湾，引起生产地记录。农业部认为，可能是鸡卵制品实际转型认知无同，地区厂商标示误差，专案已经移送检调侦办。这个冷冻液蛋过往在进口的时候，它是属于实质转型。那所谓实质转型，那转型了以后，它的制造地就可以标台湾。好，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。食药署表示，就算将无共款产地鸡卵掺做伙做成无杀菌的卵液，也按照成分的关键将台湾国标示出来，按若无会以违反是案犯，罚6万到2亿以下。为确保卵品流向，农业部甲食药署20日也展开联合稽查，针对特产会伫7县市13个进口鸡卵的冷链程度进行查核。预期品有没有依食安法的规定分区保存？然后标示明确，避免这个有流入食品链的情形，这是第一个查核重点。那查核到今天中午，13个仓储都会查完。食药署强调，农业部在进口鸡卵拢系100%监视查检，符合规定才会输入。另外，这礼拜也启动全台50间卵液工厂辅导专项，确保符合食安法相关的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